江牛环足下方之长生，中孙王爷也自尽。此刻中孙王爷正拿着你送进江牛环的肉手魂境，来到宁公府高潮。老爷在当场发狠，是要当着中孙王爷的面往往打死你呀！兄弟呀，快逃吧，逃啊！怎么快变肚子头了？是谁告发了我？谁？哎，不要这样看着我，我婆婆才卖盆鱼。小婉，是你什么？不是我，那中孙王爷什么都知道。老爷问我知道总知道，什么都是问清，这个我可不知道。老爷要当什么？我该怎么办？三十六计，追尾上计。可是我也能追到哪里去？那就去中孙王府，小王爷是个错。我错了吗？我没错。我想他人什么错？那就向老爷生个错。父亲一想，看不起我。我说在他面前哭哭啼啼，他只会想是个错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多无眼见，死也见过。快逃吧，快逃，快逃！我没有错，我绝不认错。父亲，你当死我吧！不孝子家暴虐，来了！吃了多少苦的？我被我父亲打死了，于是我想死，我不想活，生死岂能与你？我知道你心里在想，想了许多年，还是想不明白，为何父亲要打死儿子？为何？为何？只因那临阵将药是终身王府家务，终身王在朝廷也想与北京王为敌，而北京王这是家父为官的靠山，打在了终身王，便是见北京王天王。因为终身王攻击北京王，甚至诽谤元妃娘娘自受亏损。老
爷，眼见家父8年纪年，方才对你相思恨深，你明白吗？我不再当几怕，放心，当死了我，真当死了你。不仅我，便连随元妃娘娘向皇帝告状，皇帝让东京家父，终身王便受责罚。终身王虽不知把官丢绝，但终死于家父，便结了宿罪。儿保佑，必须往死里打，家也不能当死，死也不死。这绝是司徒禁忌，我恨月份死。父亲应
下去，毁了，哎，毁了。